大家无缘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生活中若是讲到动物，就会分做公的甲母的。公的代表动物是雄性，即是公；若是读做公，就代表男性的时代，像咱讲阿公、祖公。另外，男性的姓名或者是伟大人物，咱讲天公、孔子公、上帝公。另外，针对到一寡职业查甫的称呼，咱就讲庙公。若是大家的，唔是私人的，咱讲是公海公务；若是国家政府机关的办公人员，就是公务人员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，咱来看到这就是九公腰，是咧讲一个查甫的腰形，亲像是九公的腰同款，代表汉草真好，腰素。第二个词公务，一般俗读拢读做公务，其实应该是读公务才对。意思就是6楼以下的大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公厅无人扫，这栋公寓的楼梯间拢是无人清断。另外，拢是住伫咧2楼，这个厝主伊来斗拼扫，因为汉草真好，九公腰骹手嘛真美，楼梯间一掠就清气溜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讲，另外一个读做工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